阿媽，我知，唔係我唔想帶個女翻嚟去。你都知星兒佢怕嘈，人多佢就會。佢係你親生孫女啊，唔係怪物啊！咩叫前世唔收啊？咩事啊？社局啱啱有信嚟，話成日日間照顧個位仲要等。我鬧係咪好冇用啊？份工就嚟冇啦，自己個女都。星兒，呢支綠色筆咧，應該話喺邊啊？我哋啱唔傾啊？我哋今日畫緊。畫星兒畫，幾時畫㗎？其實呢半年咧，我哋喺星兒嚟度學畫畫㗎。其實呢個先係佢嘅身家嘅，佢表達感情嘅方法。呢個林老師話咧，星兒佢啲線條同埋顏色都好有天分㗎。你睇，林老師，李星兒咧係我見過最有潛力嘅小朋友之一。我哋希望提供更多嘅培訓俾佢，甚至係同出版社合作，成為繪畫插畫師。佢畫緊我。培訓費、材料費。嗱，我前妻今日打嚟，佢話而家星兒有啲用喎，佢想要翻啊！阿強，不如我哋賣咗鄉下細單位去啊！唔得，間屋係留俾你㗎，以防萬一個退路啊！阿嗱，已經幫咗呢頭家好多㗎啦。阿強，我去到呢度啊！呢啲咧，阿嗱，誒，阿林老師，出版社編輯。我編輯你，我坐啊，坐。哇，这个画想象力太丰富了，心怡啊，我们出版社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儿童新书出版的首席策划师。我相信你的话会给很多小朋友画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。你知道这些星星在想什么嗎？星星唔識講嘢，但係佢哋一直都喺度發緊光。